見到大講好多著數啊，幾堂都有人支持嘅，多謝各位。咁我哋繼續係都係請阿黃居士繼續同我哋講個佛教文化嘅。咁上次已經講到我哋同大家熟悉嘅法律會嘅成立啦，點樣去演變啊。咁今日咧我哋講嘅咧就係更加有識嘅係時勢亦大家而家個個手機都係機嚟手，我哋嘅傳媒嘅力量咧係好偉大，亦都然係好深。咁於是你知嘅話，我哋咧講翻同傳媒嘅傳媒界係點樣能夠去用呢個傳播嘅媒介去更加去深入我哋嘅生活咧？咁呢堂咧正正係一個居士最擅長嘅項目。咁咧由資深嘅我哋呢個編輯去話我哋聽，傳媒嘅力量咧點樣嚟做係可以更加發光嘅。咁喺度咧，我哋稍後就大家一齊講聽下，但係之前嘅時候先請大家俾下我哋先生同大家先。大家記住同大家生日係一文信，再文信，三文信，各位請坐。我哋咧就已經想識幾個，我哋康居士點樣帶領我哋去進入喺與時並進嘅傳媒嘅力量，影響我哋嘅文化。多謝。好，唔該晒各位，係。咁啊，今日出邊頭先大家嚟嘅時應該冇落雨啦，可能或者有我過嚟嘅時候咧就有少少落雨啦，不過嚟到呢度好好啦。咁啊，今日星期六都好，即係好高興見到大家嚇，即係可能有之前嚟聽過嘅，或者今次第一次嚟聽啦嚇。咁我哋今堂主要會講香港佛教文化嗰個演變，同埋有啲咩係值得我哋今日去思考。即係以前有好多法師佢哋為咗推廣佛教去青年啊，或者印經啊等等，好多咧都喺戰後咧係突然之間出現咗。咁呢個都值得我哋去探討下背後嗰個推動嘅力量係點樣樣嚇。咁簡單就之前如果幾堂都有聽咧，都知道啦。我哋一直都強調佛教咧，1842年係香港佛教咧係開始慢慢有一個爆發性嘅增長嚇。咁好多僧侶咧喺國內過嚟，咁然之後咧就經歷咗大戰之後就穩固咗嗰個發展嚇。咁正正因為香港係一個好特別嘅城市啦，佢係國際貿易中心，佢係轉口港，咁所以咧佢係中西文化各種嘅交換啊同埋碰撞之下咧，就形成咗香港佛教咧係有好多一啲作為新嘅試點啊嚇。香港係作為一個佛教文化新嘅試點嚇。咁呢一種你話多元性啦，或者嗰種包容啦，就令到嗰個佛教文化嘅傳播咧，係提供咗一個叫做我哋豐富嘅土壤啊，所謂嚇。因為點解咧？係唔同嘅背景嘅人咧都可以參與其中嚇。咁就尤其是居士嘅力量係不可忽視啦。咁我哋今堂先講佛教文化嗰個發展啦。咁下一堂咧可能會再講多少少，就係一啲居士佢所做嘅喺弘揚佛法方面，佢究竟有啲咩嘢貢獻啊，或者佢會提供咗啲乜嘢嘅力量，令到佛教可以咧喺戰後咧迅速地發展嘅嚇。咁另一即係頭先講到就話中西合璧一個好處就係咧，因為香港佛教係廣東佛教嘅延伸啊嘛，咁就保存咗傳統嘅力量，但係同一時間係新思想啊，一啲新嘅活動嘅形式啊，係被香港佛教徒好容易接受嘅嚇。咁例如乜嘢咧？例如話劇而家當然大家嚟聽講啊等等都即係覺得，但係以前嚟講咧，其實就唔係咁容易嘅，因為地方有限嚇。你諗下，啱啱戰後嘅時候，大會堂都未有嚇，而家就好啦，有大會堂啦。就算即係中環又有荃灣又有屯門又有，好多地方都有一啲嘅社區會堂。以前就唔係嘅嚇。咁以前咧，大家講經咧係要好辛苦，可能租咩咧？租戲院啊！大家呢度咁啱又係戲院喎嚇，即係以前係曾經咁，而家就變咗觀音講堂咧一個好好嘅地方啦嚇，即係好莊嚴、好殊勝嚇。但係以前咧佛教團體要辦啲咩大活動咧？原來假設銅鑼灣樂聲戲院，可能大家都知道啦嚇。咁原來係要租一個咁嘅地方先至係有咁嘅空間去做活動嘅。咁仲有係乜嘢咧？推廣素食啦，推廣素食而家就當然大家係好習以為常啦。但係原來以前咧素食鋪同印經係又有關係嘅喎。
嚇。仲有咩咧？仲有係啲國際佛教嘅會議啦。喺戰後咧就好多嚟自可能斯里蘭卡啦，嚟自可能印度啦。嚟自呢個日本啦，甚至即係美國咧，都甚至意大利原來以前咧有意大利嘅法師過嚟嘅咁樣嚇。咁同埋咧有70年代咧又有六宗教啦即係大家宗教共融開始有一個咁嘅模式出咗嚟嚇。咁變咗咧呢啲幾個面向咧都係可以話係戰後香港佛教個發展嘅一個多元發展嘅一個面貌啦嚇。咁我哋今堂咧會逐一咁樣去同大家去介紹下呢啲嘅發展。咁頭先我講到啦，就話有國際嘅佛教徒嚟啦。咁呢兩張相嘅地方發生呢個活動嘅地方咧，就係東蓮國院。當時候咧戰後咧，香港佛聯會啦，我哋上一堂講過，香港佛教聯合會創辦之後咧，其實佢係分開咧會址同埋辦公室嘅。會址咧就喺灣仔道117號，但係個辦事處咧就係東蓮國院。咁因為東蓮國院嘅地方夠大啊嘛，佢始終係個寺院啊嘛。咁而當時候東蓮國院嘅創辦嘅即係可能你話董事會嘅成員啦，咁同埋佛聯會嘅創辦呢個成員咧，都係相同嘅咁都係嗰一班居士同埋嗰班法師係重疊咗。咁所以變咗好多大型嘅活動咧例如好似呢兩張相見到嘅國際嘅盛事啦，當時係講緊係好出名嘅佛學嘅博士喺斯里蘭卡嗰邊過嚟。咁同埋佢哋帶咗佛嘅舍利過嚟，咁就喺東蓮國院咧大概呢個係50年代啦，咁就做咗一個好盛大嘅歡迎會同埋分享會咁樣樣咁你見到基本上咧係即係好多佛教徒都參與咗其中尤其是法師比較多啲啦咁亦都有唔同嘅演講同埋呢個展覽等等咁呢係啦，呢度就係我頭先所講嘅，其實係有佛教嘅話劇啦而家可能大家比較就覺得，咦話劇咁原來佛教有做話劇嘅咩？係的確係有嘅，仲要係都幾密下嘅以前可能1年咧都有幾場嘅。咁適逢咧就頭先我所講咧，最開頭嘅時候當然喺戲院啦，樂聲戲院啊咁樣後尾咧啱啱1962年咧香港大會堂有咯喎，咁所以咧就適逢其會咧，大家就一個新鮮嘅表演嘅場地啊嘛，咁啊即刻咧佛教徒咧係佛教團體咧就第一時間去租用，咁所以你見到咧呢啲即係嘅話劇演出咧，當時候咧亦都係比較叫破天荒，因為之前冇人諗過可以用咁嘅形式去做。通常大家都係可能係聽法師開示或者照恒常嘅一啲法會但係吸引年輕人方面咧中間呢一位坐喺度嘅叫寶賢法師陣間我哋都會再詳細講多少少佢嘅背景呢個寶賢法師咧，佢就行得好前嘅，佢就希望咧吸引當時候年輕人未信佛法嘅、未接觸過佛法嘅，點樣去用一個咩形式去吸引佢？你冇理由叫年青人去參加法會或者坐喺度聽你講經啊嘛。本身佢對佛教唔認識接觸唔深嘅時候咧，咁佢係用話劇啦。因為當時咧好多文藝青年咧都中意睇文藝小説中意接受西方嘅一啲嘅戲劇形式佢就咧好新穎地咧，佢自己寫劇本將佛經咧，例如將錄咗個故事咧，自己係用一個搬上舞台嘅形式可能而家大家有時候聽即係或者呢2年嘅東蓮國院咧，又係講翻佢有做一個粵劇戲曲中心揾阿家英哥去做呢個即係做翻錄咗個故事咁樣南粵禪僧但係其實原來再幾廿年前咧已經係有一個戲劇形式咧係搬演咗出嚟㗎啦係啦。好啦，咁我哋第一個咧就先講下嗱佛教咧嘅傳播咧就離唔開文字嘅文字般嘢都好重要嘅咁當然點樣去呈現咧就係印經咁而家大家好好啦，即係有手提電話網絡，亦都各種嘅經本，你都唔需要自己可能捧住。當然啦，其實最好啦，你能夠實體揸住經卷喺度睇係最好嘅嚟嘅咁但係咧而家都好方便大家亦都唔會話攞住佛經出街如果真係好想睇嘅咁樣，電話亦都係有啦咁或者 YouTube 各方面嘅一啲即係視頻又好、音頻又好啦，咁都好方便嘅。咁但係以前咧講緊係100年前咧係未有呢啲嘅科技嘅時候，咁係點咧？咁已經係有一啲團體係自發去印經嘅咁最開頭係邊度印嘅咧？其實係廣東比較多啲香港嗰時咧就未開始有嘅香港如果你需要去有經籍需要用到嘅時候咧，咁多數都係廣東一帶咧係本身預先有一批印咗，咁你就係廣東嗰邊咧就運落嚟香港咁樣咁早期咧係線裝書為主啦，咁
呢啲係20年代，大概20年代到30年代啦。咁你見到法可大和尚就即係以前大家印經咧都好中意揾一啲出名嘅大德去提封面嘅嚇。咁法可大和尚咧亦都提過咗好多唔同嘅經籍啦。咁呢個咪就藥師經嚇。你睇落去咧，其實就好新淨啊，好靚啊。咁其實咧20年代嚇，唔係70年代再版啦，唔係80年代，唔係新嘅，係講緊有100年歷史啊呢本經嚇。1928年嚇，如果我冇記錯就。咁以前咧，大家對於經籍個好重視啦，會用好靚嘅紙啦，會好小心去對待佢啦。咁就所以咧就 keep 到而家100年之後咧，都啲紙質都仲好靚，又冇發黃，又冇起嗰啲霉斑點嚇。好啦，咁你話啦，有經籍咯，有經書喎，咁點流通咧？咁樣以前唔會有佛子書社未有噶嘛，或者法語精舍、佛學書閣咁樣未有呢啲嘅時候，咁點咧咁樣嚇？咁道場亦都唔係好多嘅時候，經籍係咩方法去流通咧？你印咗咁多經，或者有需要請經嘅時候去邊咧咁樣啊？咁咧就同我哋頭先所講素食係有關係啦。素食嘅推廣咧，同埋當時候咧印經咧係兩樣嘢係相輔相成嘅咁。最舉例就係話東方小祇園，大家都一定去過或者食過啦咁以前東方小祇園咧就唔係灣仔，最初期咧係堅道71號，就喺半山嗰度。咁當時候創辦嘅時候就已經咧好新鮮地咧係佢有幾層樓嘅當然地下就當然係門口啦，跟住2樓可能係有啲間咗房出嚟啦。咁再3樓咧同埋4樓係點樣咧？就係呢個佛經流通處同埋佛具嘅流通處咁你請佛具啊，請佛經咧，你以前最初頭係點啊？就去素食鋪啦，去東方小祇園請啦，因為佢最大型，佢最多最新鮮嘅嘢咧都喺佢嗰度揾到咁當然呢個模式咧就係點樣去開頭有咧？其實就唔係香港獨有嘅，係廣東一帶咧已經係喺清末民初嘅時候有一班居士先喺上海，跟住再喺廣東。跟住廣東有廣州啦，即係以廣州一帶為重鎮啦。咁然之後咧，就將嗰個風氣帶落嚟香港嘅咁因為當時候咧，其實大家個交往啊都係好密切嘅咁所以咧呢一班嘅商人啦，亦都係護法居士啦，佢哋就將最所謂當時好時髦即係喺素食鋪入邊可以請佛經嘅呢一種咁嘅模式咧，就引入咗嚟香港咁引入咗之後咧，咁亦都好多唔同嘅居士見到咧係行得通喎，對於佛法嘅傳播係有幫助喎因為佛教徒去食齋咁然之後或者係一班人去辦呢個即係請客咁樣咁你同佢講話喺樓上有經請喎咁樣咁大家又會上去咁樣增加咗接觸個機會。咁後尾咧就有啲居士咧會自己創辦一個叫做印刷廠啦咁以前好聽啲印務即係印務書樓咁樣印書樓啦咁樣靚啲啦個名咁其實即係等於印刷廠。咁佢除咗自己會印一啲自己寫嘅書籍之外咧，佢亦都係可以承接即係其他道場有需要咧，就印經咁叫做作為自利利他啦。咁係有一個流通嘅情況出現。咁所以你話香港其實喺1919年咧就已經有專門去印佛教嘅印刷廠同埋流通佛教嘅經籍嘅地方咁後尾咧，大家就覺得即係爭相仿效啦。咁亦都有法師啦嗱，東方小祇園咧就係居士辦嘅咁1921年咧呢個喺九龍城長安街啦，即係已經冇咗啦，叫西香園啦。咁就係法師去辦嘅咁咧又係啦，地下咧1樓咧就係素菜啦，即係食嘢嘅地方啦。咁2樓就佛堂啦可以禮佛啦，可以辦一啲小型嘅活動啦咁樣，可以容納可能100幾十人坐喺度聽法師開示咁然之後咧係有閱經室啦，有啲請經有閱經室啦。咁3樓咧就係佛經流通處啦。咁呢個係小祇園再進一步啦，即係話咧佢可以承接活動同埋咧有一間房靜靜地俾你去閱經去閱覽咁樣咁你如果有需要咧就再上樓上請咁樣咁呢個都係好合理嘅，因為咧即係佛經嘅法寶係應該係放喺比較高級即係再高層啲嘅位置嘅。咁呢個都係好符合即係對於佛法嘅尊重啦。咁呢度有一啲即係舊嘅sorry係啦，呢個咧就頭先我所講啦黎月真阿闍黎啦，佢後尾就創辦咗真言宗居士林啦喺大坑道咁佢未信密宗之前咧，其實佢信淨土嘅咁佢就因為佢老豆係開影樓啦，咁佢都係屬於一個生意人啦，佢係又好發心護持佛法，咁佢就創辦咗頭先我所講啦嗰個即係序真印務即係序真印務書樓係啦，咁自己印佛經。自己寫啦，呢本嘢係佢自己寫，佢自己印翻啦。咁亦都係接人哋嘅一啲個叫訂單啦，去印佛經
係啦，咁當時咧呢個就西香園嘅廣告啦，咁喺報紙度都係其實成日都會見到嘅嚇。咁你見到啦，佛教經典圖像法器僧物常備流通咁樣樣嚇，咁啊開放時間啊等等。咁啊，甚至即係當時好出名嘅一啲佛教嘅雜誌啊嚇，你例如可能即係有亡者需要請一啲經皮啊等等，呢度都寫明嘅，即係俾大家知道咧呢度係一應俱全咧，站式嘅一個即係唔係淨係就佛經啦嚇，呢個食素你可以買佛具，即係可以請佛具嚇，請法器等等嚇，甚至僧服咧你都可以去嗰度請嘅嚇。係啦，咁呢啲亦都係當時候即係大家好興嘅啦嚇，即係因為佢需要推廣自身啊嘛。咁而家睇落去當然就我自己就唔會啦，即係可能咁辛苦啊！呢個係清末嘅光緒唔知幾多年嘅印刷嘅線裝書，咁但係咧西香園因為需要知道咧呢本咧係我呢度請嘅，就唔係東方小奇緣啊，所以東方小奇緣你請嘅書咧佢後邊咧就會有東方小奇緣嘅印嘅啊，你西香園請嘅經咧就會有西香園嘅印嘅，咁當然咧大家請完之後就知道係等於間接咧，好似而家我哋做市場推銷咁啊，即係俾人知道係我哋呢度請嘅，咁你嚟呢度啦，咁樣就有佛經啊。咁後尾咧就仲再後期啲啦，即係差唔多30年代啦。咁喺跑馬地都有嘅嚇，咁即係差唔多係港九啦，新界就未必有啦，因為新界嗰個佛教發展又唔同啲咧。當時人員最多往來都係港九啦，咁所以跑馬地會有啦嚇。咁又有即係跑馬地唔止一間添啦，有2間啦嚇，一間就禮頓道，一間成和道啦嚇。咁呢幾間都係戰前好主要嘅俾人請佛具啊、俾人請佛經嘅地方嚇。咁然之後咧，素食館咧就另一個即係發展嘅方向就係話咧，東方小奇緣啦，跟住有西香園啦，咁然之後咧開始大家咧都崇尚呢個食素嘅風氣啦嚇。咁呢個就同請唔請佛經就未必太大關係啦，只不過係話突然之間咧係喺1920年到30年代咧有好多嘅素食館嚇，可能法師可能居士啦，咁你當有少少良性嘅競爭咯，即係我喺你隔離開或者喺你附近開咁樣樣嚇，咁所以咧有間叫蟠桃天啊，跟住又有呢個叫慧樂園啊等等，呢啲都係咧係好近當時喺堅島嘅東方小奇緣嚇，咁就變咗咧你大家中意食邊間就揀邊間咁樣樣啦，咁就同一時間咧係有成個西環啊中環區咧就有好多間素食館，同埋咧兼夾做佛經流通處嚇。咁咧然之後後尾咧舉例1935年啦，即係東蓮國院成立嘅時候咧，佢因為係港島第一間真正嘅寺院啊嘛嚇，之前嘅唔係即係都係道場，但係咧佢係喺一啲叫做住宅嘅一棟咁可能自己私人捐出嚟嘅分4層嚟做一個佛堂做一個道場。咁但係東蓮國院喺跑馬地山崗道咧係正式一個真係跟住旗南七堂係有中國佛教嘅規模嘅建築。咁佢落成之後咧，亦都係當時個風氣好盛行啦，亦都係設咗一個咧佛經流通處，佢就喺門口當眼地方嚇。據講咧，據翻以前啲老法師講咧，入門口嘅右手邊就係請佛經嘅地方，左邊就係黑堂嘅辦事處咁樣樣。咁我頭先講到就係話咧，即係呢啲唔係香港自己創新出嚟嘅，香港因為咧包容性大，好容易接受新事物。咁究其源頭咧，頭先我講過啦。廣州學邊度？廣州學上海嚇，咁上海係先有嘅，所以咧而家成日功德林冇出名啦，但係功德林最初喺邊度？功德林喺上海嘅嚇，香港嘅功德林咧係參考咗上海嘅嗰個模式去做嚇，咁所以咧當時候咧最新鮮嘅嘢咧都係喺上海，咁一路咧沿住咧嚇，你見到係沿岸啊近港口嘅地方咧，就將呢啲新興嘅活動咧，佛教嘅弘法嘅活動咧就流傳咗落嚟嗱。咁當時咧亦都係啦，即係報紙啊，《工商日報》啊，亦都係有講到咧，係成個好大嘅篇幅咧。你知以前報紙咧就唔係好似而家我哋幾廿版咁樣噶嘛嚇，可能一日都有可能8版啊10版咁樣樣。咁但係佢有一個好大嘅篇幅咧，去推廣當時係一個佛教徒嘅新活動。咁證明咗就係話咧其實30年代佛法嘅弘揚喺當時嚟講係有一個好大嘅需求嚇。咁呢度亦都有一啲係即係後尾少少啦，即係香海蓮社啦。香海蓮社又同香港正覺蓮社又唔同喎。香海蓮社咧就係再早少少曾璧山居士我哋下堂可能會再詳細啲講曾璧山居士咧佢就
因為寶靜法師啦，寶靜法師就天台宗嘅呢個第44代傳人啦。咁佢嚟香港咧，就成日嚟香港，咁你都要有一個落腳點噶嘛。咁唔係你因為佢本身係寧波嘅，咁你喺寧波又嚟香港，香港又翻返寧波，咁啊於是咧一班居士咧就幫佢咧成立咗一個咧香海蓮社啦嚇。當時咧係喺禮頓道嘅。咁香海蓮社咧亦都係自己咧係有一個叫做閱經處啦，或者係一個佛經流通處咁樣樣嚇。咁呢度咧就係有一啲目錄啦，即係而家就好好啦，即係可能你上網買嘢，你就會見到購物車放落去啦。咁以前係點樣咧？以前你想知道呢度有啲咩書籍去請咧，咁有一個藏書嘅目錄啦。呢個藏書目錄咧就可以俾人哋攞去睇啦。你睇咗之後呢度有咩經啊，你可以嚟請啦。如果即係未必方便請嘅，可能得一套孤本嘅，咁你就去睇啦。咁呢個大概就係戰前嘅時候咧，嗰個即係佛教經籍嘅流通嘅情況就係咁啦。好啦，咁戰後係點樣咧？咁戰後咧就變咗咧大家頭先我所講嘅一啲素食鋪頭啦，可能都因為各種因緣啦結束咗，或者辦事人咧佢走咗好似以香海蓮社為例，咁寶靜法師其實1941年就往生咗，咁所以變咗咧暫時嚟講咧，佢就可能停頓咗某一部分嘅弘法嘅方向咁樣樣。咁戰後咧，大家又即係有一段時間喘息過嚟咧，就1949年後咧，有一班咧係喺廣東一帶活動嘅咧嘅居士即係護法咧，就落咗嚟香港因為大家都知啦，49年嘅時候咧都比較國內嘅情況有變啦，咁就驅使咗呢一班即係比較有經濟能力又有抱負嘅居士就走咗過嚟咁呢一班居士咧以而家我所講嘅呢一位咧嚴寬古居士啦，佢係跟咗其實同我哋呢度都好有淵源定西老法師，佢先係歸依咗呢個虛雲老和尚，咁然之後咧，佢就因為佢太太嘅關係啦咁因為佢太太嘅屋企人嘅關係啦，佢亦都係親近咗定西老法師。咁定西老法師咧嘅弟子就係永升法師，咁永升法師咧嘅弟子就係咧即係寬雲大和尚啦。咁所以其實咧講起定西法師講起香港佛經流通處咧，其實同我哋觀音講堂甚至同西方寺菩提學會等等咧，都係一個好有淵源嘅即係嘅一個脈絡咁當時候咧50年代咧就嚴寬古居士啦，佢係一個即係好有能力、好聰明嘅一個生意人，但亦都係好發心、好虔誠嘅佛教徒。佢就同法師傾，就話不如我哋咧整一個佛經流通處開頭就唔係流通處，開頭叫印送處。點解咧？因為我哋頭先所講嘅係一個戰前嘅環境咁但係戰後咧好多嘢都係百廢待興即係好多嘢都有一個斷層喺度。咁又有一班人咧戰後啦安定咗落嚟咧，對於佛教嘅需求咧又上升翻咁有需求嘅時候咧，就需要有經籍啦，一定要睇經啦要吸收佛教嘅知識啦。咁佢就創辦咗咧呢個印送處咁呢個咧就係開頭印送處印嘅經籍啦。咁你見啦六祖壇經先啦，因為都係一啲比較受歡迎啲大路啲，大家明即係知道係咩嚟嘅咁嘅一啲經書咁開頭咧就叫印送處嘅咁你見到啦，即係大家都有處名啦，就講明點解我要做印送處印送處嘅目的係乜嘢嘢啦，咁有啲咩人參與？但係其實你見到咧右手邊呢張相咧其實大家都真係出錢出力㗎即係出錢嘅事都唔少。你諗下50年代500蚊呢度有1000蚊夾埋咧，大家貢獻咗4000蚊出嚟咧，係做一個印送處，咁都係一個好可觀嘅數目嚟嘅咁但係咧你好好奇啦，印送處點解後尾叫流通處咧？因為始終4000蚊咧係會有用盡嘅一日㗎嘛，咁你係咁印係咁送係咁派出去，咁派到幾時先會完咧？咁樣咁你係咪不停咁有4000蚊又4000蚊再嚟咧咁大家就諗緊，咦好似唔係好得喎咁於是咧就慢慢咧就將印送處咧又改為流通處啦。即係點解流通處你咪請咯，係用一個好低成本嘅價格可能係講緊幾毫紙一本，可能1蚊一本。如果大部頭啲嘅經咧，可能就3、4蚊咁樣，叫做維持翻個成本咁所以慢慢咧就由印送處咧又變成呢個流通處啦好啦，咁頭先我哋提咗有即係呢一位啦，嚴寬古居士啦，其實就係後邊嗰排中間嗰位即係你見到特別行出嚟都唔同啲嘅影相嗰個即係本身佢樣貌各方面嘅都係比較靚仔啲比較行出嚟威勢咁所以咧佢喺嗰個佛教事嘅弘法方面咧佢亦都係好有遠見好做咗好多事情嘅咁佢本身咧做生意啦，咁但係就跟咗佢即係本身都同虛雲老和尚好有關係㗎啦，未落嚟香港之前
咁亦都係好護持虛老喺國內嘅事業啦、文化事業啦。咁但係嚟咗之後咧，佢就即係一心一意咧，因為佢太太嘅關係咧，就幫定西魯法師咁就一路所以東林面佛堂咧，某程度上咧同阿嚴居士嚟講咧，都係脫離唔到一個即係都有一個好大嘅關係啊。係啦，咁但係最開頭創辦嘅時候咧，梗係唔係咁容易啦。嗱，而家可能大家有曾經上去佛經流通處都知道喺北角，喺北角呢個即係智海法師嗰度有個叫法喜蓮社啦。咁其實佢同佛經流通處一齊嘅嚇。咁但係當時候最初期咧係點咧？係嚴居士咧自己嘅 office。因為佢係做咩咧？佢係做紙類嘅入口啊。佢間公司叫利生公司。你見佢咧，開間公司，因為佢信佛㗎嘛，佢開間公司咧都係同佛教係有關係嘅，叫利生嘛，弘法利生啊嘛，咁所以間公司叫利生公司啊。佢希望做嘅嘢咧係唔係淨係賺錢點都要幫到人嘅，咁所以佢特別揀咧，佢唔係揀一啲即係咩生意都做啦，佢特別係揀做紙類嘅生意，因為呢樣嘢咧可能對於個社會嗰個即係嚟講咧係最。大家可能大家都會需要用得着同埋個傷害性會最低嘅嚇。你可能做幾多生意就未必啦，可能你為咗賺錢你要做好多可能未必利益到社會嘅事情都唔出奇嘅。咁所以佢特登係揀咗做一個紙業嘅進出口嘅生意嚇。咁佢當時候咧就冇地方嘅嚇，佢唔係好似得而家咁好啦，即係或者之前我哋講嗰啲居士自己有印刷廠自己有流通處等等，佢冇自己一個竇口嘅，佢係自己 office 咧上邊咧間房仔咧喺嗰度咧就慢慢係咧一張寫字台。咁就做起一個所謂叫佛經印送處咁樣樣咁但係咧，因為佢嘅發心好好咁佢個發心點好咧當時咧呢度有一張相咧，就係佢嗰個 office 嘅門口啦佢 office 咧就係佢自己間公司同埋呢個佛經流通處，就係一個好細嘅地方可能即係講緊聽講就300-400尺，都大概咁上下啦咁樣樣。咁當時咧因為佢做得好好。佢係所謂叫經營有道啦，因為佢係用一個好低價嘅成本，咁然之後咧印嘅經籍嘅種類亦都好多，咁慢慢咧佢個名聲咧就去到咧邊度咧泰國又知道，因為泰國都有好多華僑噶嘛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等等，因為戰後咧有好多法師咧即係唔一定係香港啦可能喺內地咧，尤其因為阿嚴寬古居士咧佢係潮州人嚟噶嘛。咁佢咧有一班喺潮州嘅法師咧，係去咗菲律賓、去咗越南、去咗呢個泰國等等。咁當地咧係需要咧有印經咁所以咧大家都話不如咧，與其自己每一個人咧即係你每嚟泰國又整一個，越南又整一個，不如咧全部香港咧有一個大嘅統一嘅流通處咧去做，咁大家都好放心咧，就俾啲訂單咧香港呢邊印，咁印完之後咧又送過去咁樣等等。咁慢慢咧就喺50年代到70年代期間咧。佛經流通處咧，基本上咧係成個漢傳佛教嘅地區都冇人唔識佢嘅基本上你有咩經籍咧，佢佛經流通處喺香港呢邊咧都可以印到咁舉例啦，即係有好多一啲即係台灣甚至當時遠到台灣即係嗱，你感覺上好似台灣咧本身已經自己佛教嘅發展好成熟或者佛教各種嘅文化等等已經有一個根基喺度，但係咧佢哋有時揾唔到一啲經籍。因為戰後咧好多嘢都散失咗或者嗰個大家嘅交換人員嗰個往來冇咁密切或者消息冇咁流通有時我要求呢一本經或者我想印咁點咧，咁都會咧即係發電報嚟香港呢邊，由香港呢邊印完咧運翻過去，咁呢度其中一個例子啦好啦，咁咧嗱呢一位咧就係左手邊就係佢嘅太太即係崔常敏居士。咁而家兩位咧喺佢哋嘅中年打後嘅晚年咧。先移民咗去美國，咁咧，然之後就同佛光山星雲大師結緣，咁就後尾90年代再翻嚟咧，就喺香港咧做咗好多慈善嘅工作，就俾好多錢咧翻去國內起學校咁所以咧就佢哋兩位咧嚴老居士咧就喺大概10年前咧就走咗。咁而家咧佢太太啦，佢同修啦，崔常敏居士咧仲喺度嘅都90幾歲咁繼續咧每一日咧都係好精進咁樣係做各種嘅慈善啦去護持道場等等咁樣。咁佢兩位咧喺10年期間咧講緊即係55到65年啦，先喺自己嘅利生公司喺上環文咸西街啦，後尾就搬咗去銅鑼灣啦，因為呢個都同菩提學會有少少關係嘅有一段時間就因為
銅鑼灣葡萄學會最初而家都係啦，喺灣景樓啊嘛。咁佢哋就搬咗去銅鑼灣咧，就比較親近啲永升法師呢邊嘅。咁再後邊咧，因為銅鑼灣嗰個地方又唔夠大，要擴展啦，先至慢慢咧就去咗而家北角亞洲大廈嗰度，係啦。咁就70年代左右嘅事啦，60幾年尾70年代啦。好啦，咁佢兩位咧就嚴居士咧就負責日常嘅即係運作啦。咁佢太太咧就幫佢做會計啊、做校對啊等等啊，做即係填即係電報好多嘢嚟㗎嘛。咁你啲文件啊等等，咁啊基本上咧係得佢兩公婆咧就支撐起成個頭先我所講咁龐大，可能一日咧有好多人需要請經啊，好多人上嚟買啊、上嚟請啊、上嚟可能要印嘢啊咁樣等等，全部都係兩個人做完係啦。咁佢哋有統計過，非正式統計啦，就話咧佢哋呢10年咧期間咧係流通咗幾多咧？差唔多超過100萬部嘅佛經，係啦。咁印咗幾多種咧？即係冇得計啦，其實即係計唔到，只可以話大概印咗100萬咁多啦嚇。咁亦都咧有好多佛菩薩嘅聖像嘅即係畫啦或者係一啲甚至一啲細型嘅像，佢哋都有做嘅嚇。咁所以咧，而家有時大家去一啲舊式嘅佛堂咧，會見到好多佛菩薩嘅聖像嘅嗰種細 size 嘅畫像咧，其實咧好多我諗十居其九都係當時候60年代咧係由佛經流通處印出嚟嘅嚇。咁係啦，呢度有一啲即係舊嘅刊物啦，可以俾大家睇啦。就係當時候咧，每一年咧佢都會有一個 catalog， 有一個目錄嘅。就你見到下邊咧電報啊，呢個好重要，因為咧基本上佢嘅訂單咧係嚟自即係成個東亞、東南亞嘅地區嘅嚇。咁佢每年都會有 update 啦嚇。咁講就話我哋今年你當然啦，因為有通脹嘅關係啦，咁你一定要因為始終個流通處佢唔再係印送處啊嘛。咁每年個價格都會有少少上升嘅嚇。咁又會有啲新嘅書目啊咁樣嚇，各類型嘅都有嘅嚇。咁都即係我又因為時間關係啦，我冇可能逐版俾大家睇啦。咁但係即係你可以見到咧，即係其實都10幾版嚇，分門別類。基本上你可以諗到嘅經籍都可以喺嗰度請到嚇。咁佛經流通處仲有一個貢獻係乜嘢咧？因為嚴生咧佢係做呢個紙入口嘅事業啊嘛。咁佢當時候咧咁啱就係適逢其會，就係60幾年嘅時候咧，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國內嘅時候咧，就燒毀咗好多佛經，係啦。咁燒毀咗之後點咧？咁有啲就當然係整碎晒啦，咁咪當係紙咁樣運去出口啦。咁點解嚴生會知道有一件事咧？因為佢喺泰國，佢主要係泰國啦，佢就有一啲佛經啊流咗入嚟。咁佢啲行家同佢講話：你咪印佛經嘅？我最近收咗一批原材料喎，全部都係有字嘅喎，咁樣嚇，話全部都碎晒喎。咁嚴生嚴居士聽見就話：不得了啦！呢啲佛經嚟個寶嚟個法寶，點解會咁樣一回事咧？咁就當然前因後果聯想都係知道國內嘅情況摧殘佛教，當時候咁好可惜啦。咁佢就要想盡辦法去挽救嚇。咁咧，因為對於佢嚟講咧，佢決定即係其實咧，阿嚴太都有同我講就話咧，佢大概嚴生去到40歲嘅時候咧，其實係財務自由啊！因為我好羨慕佢啊，即係其實佢做同唔做都冇太大分別嘅嚇。咁所以佢決定咧。佢買紙翻嚟，佢唔自在，佢乜嘢？佢要拯救佛教嘅典籍嚇，佢要拯救，就算碎咗咧，你可以黐翻噶嘛。當時又有講，咁佢哋係以噸計，以噸嘅廢紙咧，全部包攬晒入嚟。總之有字嘅紙咧，就買翻嚟運翻嚟香港。咁嚴太就話咧，當時候咧，最開頭就一包包倒出嚟咧，無從入手，點搞咧？得2個人做。咁咧慢慢拼出嚟，有時咧就會拼咗一部《金剛經》出嚟，有時咧會拼咗部《華嚴經》出嚟。最誇張咧，有一批咧講緊幾年咧，佢湊夠咧係一套藏經翻嚟添嚇。咁所以咧呢個係當時候，如果唔係阿嚴生咁樣去將呢啲碎紙咧即係不計成本運過嚟，都仲要慢慢2個捱更抵夜咁砌出嚟咧，可能有好多典籍咧。而家我哋見到好幸福啦，香港有啦。咁但係咧，其實失傳咗，未必有，可能孤本嚟嘅喎。咁當然舉例啦，即係你話藏經咁樣，咁而家大家就好好啦，即係網上有得睇啦。咁但係以前嚟講，當資訊唔流通嘅時候，你每一樣嘢都當係寶嚇，你唔可以錯過佢，因為錯過就冇。咁所以就佢無形中佢哋就救咗好多失傳咗嘅佛典嚇。咁但係大概去到當時候咧，即係60幾年啦，同一時間兩部分同一時間進行嘅嚇，即係佢哋一方面咧就拯救
文化大革命期間選委嘅經歷啦。咁另一方面咧，佢哋都決定移民美國因為當時嗰種環境咧驅使佢兩公婆考慮啦。咁佢哋唔係一次過走嘅，係分批咁樣咧佢兩公婆就去咗美國。咁然之後咧就同一時間亦都將佛經流通處咧嘅事務嘅所謂現金啊、經籍等等啊，甚至嗰個即係流通處嗰個單位啦，都交咗俾即係定西老法師嘅弟子智開法師，就由佢打理嘅咁呢個係當時候星雲大師1963年咧嚟香港嘅時候咧，就參觀咗佛經流通處嗰時當然就唔係北角啦，嗰時未喺北角啦。咁就你見到後邊啊，全部都係一堆咁樣啱啱印出嚟咁樣，有嗰啲雞皮紙包住好啦，咁佛經流通處咧就基本上交咗俾智開法師之後咧，就好安樂啦。咁智開法師就恒常地繼續印經啦，直至到大概90年代、2000年咁樣咁有一個短短嘅時間咧，都係依靠佢為咗一個重點咁但係當然啦，因為而家智開法師走咗啦，咁而家佛經流通處又因為大家可能即係個生活習慣啦，或者都唔需要再印經咧。我而家大家成日都有煩惱啲佛經點樣處理咁樣有時同啲師兄講好多佛經都以前70年代、80年代請落咁樣點搞咧？咁所以而家基本上咧印經咧大家都好小心。咁所以佛經流通處咧基本上去到2000年咧就完成咗佢嗰個歷史嘅任務，就慢慢淡出咗啦好啦，咁另一方面就係乜嘢咧？知識嘅提高人員嘅往來，或者即係佛教更加即係基礎打穩咗之後啦，咁就開始咧，大家咧會想有圖書館嘅需要啦咁因為之前你請咧就等於你去書店自己買書啫咁但係一個人嘅地方有限能力有限啦，你冇可能即係哇大藏經咁，你唔會個個有屋企有地方去請到大藏經翻嚟啦咁樣。咁你如果要甚至有學生要去做研究要需要去睇一啲參考資料嘅時候，咁去邊咧咁樣咁就慢慢咧有一個叫做要做一個圖書館俾人借書嘅一個概念走出嚟咁最開頭邊個做咧咁樣智蓮淨院咧喺文化方面咧一直都好護持嘅。咁大概喺70年代啦，其實係幾樣嘢需要嘅，就經籍嘅印刷當然好緊要啦。另外就係話咧需要有一個地方係頭先我講啦，你租戲院或者你係租大會堂或者你寺院自己做，咁呢個係各有各做啫。咁但係咧大家都好想要有一個咧係統一嘅地方咧，係可以又喺佛教嘅地方你唔使俾人啦，你隨便加你租金或者就算大會堂都唔係永遠有噶嘛，大會堂可能會可能會變噶嘛，成住壞空可能突然之間佢唔再租啦或者佢租到大家都負擔唔起租金咁樣。咁佛教徒咧大家係傾㗎，咁於是咧智蓮淨院咧就拍心口我覺得應該去做一個圖書館，同埋做一個文化嘅廣學弘法嘅一個中心出嚟咁樣咁當時候咧邊一位做呢個即係主事人咧？咁就係智蓮淨院第7代咧有一位叫做瑞容法師咁佢本身你唔好睇佢女眾嘅喎即係但係咧佢其實智蓮淨院一路以嚟咧對於個文化嘅傳承對於嗰個佛教文化嘅推廣咧都係不遺餘力同埋行得好前嘅咁瑞容法師咧就提出咗要做一個圖書館順便咧有俾人講學借閱經籍同埋咧佢好希望咧係最珍貴嘅一啲佛教典籍咧都放喺智蓮圖書館嗰度同埋係開放，重點係開放因為咧以前就係話咧可能道場呢個道場有一套呢個道場有一套，但係咧你知寺院嘅藏經閣唔係話你隨便想去睇就上去睇㗎嘛唔好講更加唔好講借添咁但係智蓮圖書館咧智蓮淨院嘅圖書館咧佢係就係創咗先河啦，佢係除咗好珍貴嘅真係得一本基本上咧就算你話40年代而家而家去智蓮圖書館40年代民國時候嘅書咧，佢有2-3本以上嘅你都可以借翻屋企咁樣。咁即係話咧呢個佢係當時候咧係即係便利咗好多有讀書嘅需要或者有佛學研究嘅需要甚至當時候咧有啲外國嘅學者咧佢哋嚟揾書外國冇佢點佢都要去智蓮，佢都要智蓮圖書館揾，因為咧本身咧佢都歷代嘅住持都收埋咗好多珍貴嘅典籍啦。咁而家佢根本上咧就借一個咁嘅圖書館咧，就一次過將佢咧係與大眾結緣即係俾大眾都可以方便到使用咁亦都係得到董事會支持啦。咁適逢就係話當陣時，因為智蓮都開始嗰個建築要即係革新或者要再擴展咁佢哋就喺邊度做咧？咁咧就喺當時候有一個叫慈幼院
嚇。咁啊，自然嘅慈幼院嗰度咧就舊嘅地方就拆咗佢，我哋做一個圖書館嚇。咁當然啦，你話即係因為點解咧？80年代其實個經濟環境已經唔同咗啊嚇，咁慈幼院嗰個需求亦都冇以前咁大嚇，唔會突然之間仲有一批人去送啲小朋友養唔到或者即係孤兒咁樣突然之間送過去，比較少啲啲咁嘅情況啦。咁所以咧，佢希望將個重心咧就放咗喺弘法方面咧，於是就拆咗佢，就將佢起咗個圖書館嚇。咁然之後就做咗好多即係前期嘅準備功夫啦。咁啊，終於咧就一個叫做香港佛教啦第一個圖書館啦嚇，就係咁樣樣就出世啊！咁啊，1986年嚇，你頭先講到啦，即係你準備都要時間嘅，即係你邊啲要借啊，或者有啲經籍本身擺咗個倉入邊啊，可能已經生晒蟲啊咁樣嚇，你要做人手嘅分類啊，你要即係逐個目錄要寫好清楚，以前未有電腦噶嘛，咁啊變咗咧都用咗前後都5年時間嚇，拆咗再起咁樣，終於喺1986年咧就正式咁開幕嚇。咁呢度有一張即係開幕時候嘅一個相啦嚇。咁其實嗰個由1986年到而家啦，即係出年就啱啱好40週年啦，自然圖書館嚇，咁係基本上嗰個圖書嘅數量同埋個規模咧係冇停過嘅嚇，keep 住有新嘅書，keep 住咧係有令人驚喜嘅一個藏品喺度嚇，咁同埋咧當時候咧亦都係啦，即係而家可能少啲啦嚇，因為而家自然咧有呢個耶書院嚇，因為90年代有耶書院有文化部，佢哋各自咧都有一個講座有一個講課嚇，咁但係以前咧喺80年代到未有耶書院文化部之前咧，圖書館係承擔咗即係辦講座啊、辦課程啊等等嘅嗰個活動嘅嚇。咁同埋當然啦，自然係有印經啦。不過當然個印經就冇佛經流通處或者我哋之前所講咁大規模，但係佢都會有時咧係印一啲咧遺忘咗失傳咗嘅一啲可能法師嘅講義啊、啲法師嘅開示啊等等嚇咁樣樣。咁所以就佢嘅圖書館咧到而家咧都係大家為人所稱重，就係話嗰個開放性同埋嗰個便利性咯。好啦，咁講完印經，講完即係少少講圖書館。當然其實圖書館就唔係淨得智蓮嘅嚇，其實咧係呢個油麻地啦嚇，可能我唔知大家去過未啦，就法藏寺咧其實都有一個圖書館嘅嚇。咁呢個法藏寺嘅圖書館咧就相對規模細好多啦，咁同埋咧就真係好低調嚇，大家未必會知道嚇。就係咧可能有時經過大概喺即係呢個中華書局油麻地中華書局啦附近喺隔離咧嗰度咧，你可能會見到咧有個法藏寺圖書館嘅嗰個招牌咧就掛咗出嚟嘅嚇。咁其實都係有開放嘅，而家仲係有㗎嚇。咁但係當然又會有做法會有做講座啦，但係嗰個即係宣傳性可能就冇智蓮咁出名啦嚇。咁啊，主要如果大家好有興趣去請經籍啦，或者去揾一啲孤本咧，咁呢兩個地方咧，我諗相信都會滿足到大部分嘅學習同埋研究嘅需求嚇。好啦，咁啊講印經啊，講圖書館啦，其實咧香港佛教咧都係有雜誌嘅嚇。香港佛教有雜誌咧，就同國內嘅情況就有少少唔同啦。國內咧講緊喺1900幾年、1910年嘅時候咧，就已經係有印雜誌嘅呢個咁嘅活動。例如好出名嘅太虛大師海潮音，1920年創刊嚇，咁已經100年啦，到而家仲冇停過嘅。雖然搬到台灣，咁但係咧係依然出緊。香港咧就因為因緣嘅關係香港咧大部分嘅一個重點咧就去咗印經嗰度啦。頭先我所講印經啦，20年代好多人都即係好樂於去做一個流通處啊等等。咁但係似乎雜誌咧就差唔多去到戰後咧，先至叫開始咧係有一個叫做長期穩定啲嘅印刷。咁咧講到就係話咧，到而家今日為止咧都仲出緊未停過嘅咧。有好多意見，以前30年代出咗幾期就冇咗可能50年代出下停下，出下停下，咁啊隨住法師咧又搬咗過去馬來西亞咁樣嚇，咁有呢啲例子嘅。但係以香港自己本土一路每個月都出冇停過咧，就係香港佛教嚇。啱點解咁啱啊？今日金堂講啦嚇，其實咧再個零禮拜啦就係1960年6月1號咧，就係佢嘅創刊。咁即係話咧，再過幾日咧，再過個零禮拜咧，就係65週年嚇。咁咧，你諗下香港一個咁快速嘅一個城市，大家可能有時都聽講啦。你如果要想害一個人唔見錢嘅，你就叫佢印雜誌啦。因為印雜誌咧，基本上咧就一定係唔見錢嘅嚇。印雜誌啊，從來冇聽過話係印即係賺錢嘅，即係八卦雜誌除外啦嚇。你話做文化事業嘅雜誌咧，基本上咧可能做10年8年咧都係會停咗，或者係即係入不敷支啊等等咁樣嚇。咁所以香港佛教可以65年都仲出緊咧，呢個當然係一個奇蹟啦。另外亦都係講緊各種因緣嘅成就嚇，會
令到佢今日有而家嘅模樣。咁當時候咧，而家可能大家都有睇過香港佛教啦咁樣樣。咁香港佛教而家就係香港佛教聯合會去辦嘅。咁但係最初期就唔係嘅。最初期咧，香港佛教係由3位法師我哋即係成日講三巨頭有時即係老啲嘅前輩都講呢3巨頭咧就係邊3位咧？國光長老、重全長老同埋呢個圓果長老咁佢3位咧就每人當時候攞幾多錢出嚟咧？10萬蚊。嗱，佢唔係一次攞10萬，佢先攞5萬。但係頭先我講過啦嘛，你想一個人唔賺，你想害佢唔賺錢嘅，你想害佢蝕錢，你就叫佢印集資。咁所以開頭先攞5萬，好快咧冇幾耐咧，又5萬蚊使晒，又要再攞多5萬出嚟。咁前後咧幾年間攞10萬。咁咧圓果法師嘅弟子啦，即係最近我都同佢傾偈，佢就話咧，你知唔知當時圓果法師佢係法學人啦，咁佢亦都即係香港佛教佢都 keep 得好齊全嘅。佢形容翻係點樣樣咧？10萬蚊當時喺深水埗咧可以買一條街。買一條細街啦，買一棟即係一棟樓咁樣買喎，係斷棟買喎。你諗下，但係佢哋都為咗佛法嘅護持，為咗佛法嘅流布，為咗推廣文化。因為香港冇雜誌，香港曾經有雜誌，但係出下又停下，出下又停下。咁佢哋覺得好可惜。而當時候咧，大家都好需要有一個正信嘅刊物去吸收咩咧？吸收資訊，吸收最新嘅可能邀請最出名嘅學者去寫。邀請一啲記者去外地採訪，報導翻佛教嘅動態咁需要有一本咁嘅刊物，先叫對得住香港佛教。如果唔係，香港佛教永遠都係得咩啊？得法會啦，得即係法師講經啦。始終你去嗰個平民方面嗰個流通咧係唔完整，咁所以佢哋就決定咧錢幾多都要攞出嚟咁就於是咧就有一個咁嘅美談就攞3位咧就各自咧就總共前後攞10萬蚊出嚟咁樣樣。咁當時咧因為3位都係有份啊嘛，咁有份出錢有份出力，咁國光長老就最大啦，咁做社長啦，咁重全長老即係法語精舍啦，咁就嘅創辦人咧就做督印，咁圓果長老就喺北角嘅福慧精舍就做發行咁樣樣，咁當然有編輯啦，但係後尾都係佢哋自己3位自己做翻嘅咁咧。地方嘅總部咧就喺香海正覺蓮社，即係因為近國光法師佢係社長啊嘛。咁編輯部咧就係當時候咧就重全法師，即係重全長老就喺銅鑼灣嘅百德新街嘅法語精舍咁呢3位咧就係即係以香港佛教嚟講啦，嗰個重要性啦，唔係淨係因為香港佛教啦，佢哋3位亦都係即係佛聯會嘅好骨幹嘅成員啦。咁國光長老就更加係即係歷任佛聯會嘅會長。咁然之後又創辦咗香港正覺蓮社，係對於香港佛教嗰個推進係個貢獻係好巨大㗎。咁當然重全長老同埋圓果長老咧就相對冇國光長老咁出名或者低調少少啦。咁但係佢哋各自咧亦都喺自己嘅道場啦，弘法利生咧係幾十年，直至到即係生命最後嘅時候咧，都係不離佛法不忘弘法。咁我頭先講過啦，其實喺香港佛教有呢一本雜誌之前咧，係亦都有幾本嘅咁你睇落哇都好似好多喎，有成呢度我列出咗4本啦，至少咁樣有叫香海佛化刊啦，有人海燈啦，有華南國音啦，後尾叫國音啦，因為最初期喺大陸噶嘛，咁後尾搬咗嚟香港就叫國音啦。咁有無盡燈啦，無盡燈咧係一個例外嚟嘅除咗無盡燈咧，全部呢3本啦都冇晒都停晒嘅無盡燈係因為跟住中摩法師，因為中摩法師所創。咁佢有個好處就係咩咧？法師一日喺度咧，佢都會仲係睇住呢本嘢嘅咁所以當時咧無盡燈咧係跟住中摩法師咧就去咗馬來西亞。咁當然啦，因為中摩法師佢而家有自己嘅徒眾啊，咁馬來西亞亦都係即係喺佛教文化好重視啦。咁所以無盡燈咧係到而家咧都係仲係出版緊嘅咁但係當然個影響力就同中摩法師時期梗係冇得比啦。咁但係呢4本嚟講咧，就即係得無盡燈係 keep 到咁如果你計埋香港佛教就5本，得2本係保持到。咁所以你話香港佛教嗰個媒體做辦雜誌咧，嗰個存活率咧，其實一啲都唔高一半都唔夠咁其實仲有一啲咧係唔係話定期嘅可能係因為個主事人個即係創辦人係信佛嘅。咁所以咧就某程度上又楞咗少少有佛教嘅文章或者佛教嘅資訊喺入邊咁呢度有一本咧喺民國時期咧係一啲革命黨人所出版嘅，咁叫天方或者天方畫報啦咁因為點解畫報咧？因為以前咧係用圖像嚟吸引人噶嘛，你齋字當然係以前啲人好中意睇文章啦。咁但係佢嗰個咧係因為本身創辦人咧係畫家又識攝影，
又係即係報人嚟嘅。咁於是咧入邊有好多畫像好多手畫嘅一啲圖像嚟諷刺時弊表達佛法嘅真理等等。咁所以當時咧就叫天方畫報。咁但係咧其實都係出咗1、2期咁樣就停咗因為當時候呢啲做雜誌嘅人咧，佢可能唔係話佢一時興起，但係佢有好多因素限制可能佢專心做其他嘢咁樣又放低咗，或者基本上請唔到人去做咁樣。你知雜誌又冇可能一個人話即係做自己孭晒，冇辛苦噶嘛。咁又冇自己嘅編輯團隊，咁出嚟2期就無以為繼，又冇一個流通嘅渠道唔知得香港佛教就好成熟啦。香港佛教就吸收晒其他人嘅經驗你去訂閱你去點樣點都有一個模式，有一個體制咁以前冇可能自己印完之後咧就自己捧住一沓去派，或者你嚟我屋企拎啦咁樣，或者你嚟我邊度總部拎咁樣拎晒冇咁樣咁變咗斷斷續續咁就係類似咁嘅例子啦咁呢度就頭先我所講啦香海佛法刊啦香海佛法刊都好重要出咗5期嘅喎，但係咧佢係同一個咩嘢組織有關係咧我哋下堂可能會講多少少就係香港佛學會香港佛學會咧就係居士嘅組織嚟嘅當時候咧喺呢個1916年就已經創辦，咁後尾咧30年代咧就係一個最活躍，總之1916到1930幾咧1940年之前即係戰前咧，佢係最活躍嘅居士組織而呢個香港佛學會咧就同而家唔同嘅而家有一個係香港佛學會咧就戒成法師啦就澳門佛教總會會長啦，戒成法師佢後期創辦嘅。咁但係呢一個講緊民國時候嘅香港佛教會咧，係可以講話代表當時候最大嘅居士組織咁佢除咗印雜誌，仲做咗好多嘢嘅佢邀請好多好出名嘅高僧大德嚟虛雲老和尚嚟，或者太虛大師嚟仲有係好多外地國內嘅好出名嘅叫做行得好前嘅一啲法師啦，但係即係都叫做有年輕嘅都係香港佛學會咧係邀請佢哋嚟香港係講經弘法咁當時嘅總部喺邊度啊？喺堅道因為呢一班創辦人咧，佢個活躍嘅範圍咧都係喺港島區尤其是中環、半山、跑馬地等等咁所以香港佛法刊咧就係香港佛教會嘅刊物咁但係出咗5期，因為點解咧？如果即係有機會咧，睇下再點樣去可能擺上網俾大家睇下啦。個編輯咧第1期咧就一路喺度呻話，唉，唔好揾我做編輯啦，我都唔適合做編輯嘅。不過我頂硬上啫嘛，我應該託俾第2個做。好啦，第2期嘅時就喺度講，即係話咧，其實做一本雜誌咧係從來都唔容易嘅。咁而個編輯咧自己每一期咧睇最尾有一格咁樣當講笑咁講啦，你快啲揾人啦，所託非人嚟㗎，你揾個有賢德、有能即係有能有才嘅人去做啦咁樣。咁最後尾咧第5期嘅時候咧，佢都係繼續咁講。咁點解出到第5期咧？因為呢個編輯咧病咗，後尾病咧就走咗之後咧就當然係冇人再承擔呢個出雜誌啦，因為出雜誌真係好辛苦㗎嘛。咁就變咗好可惜地停咗咁另外仲有一本咧就係叫人海燈人海燈係咩嘅雜誌咧？就同太虛大師喺呢個即係國內咧辦一個叫嶺東佛學院有嶺南佛學院，有嶺東佛學院啦，喺潮州嗰邊。咁嶺東佛學院咧，佢有班弟子咧就年輕有為嘅就當時其實當時民國嘅雜誌係點咧？如果有機會大家睇咧。其實呢個已經係擺咗上網㗎啦，係擺咗上咧佛門網嗰度咁就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可以喺 Google 啦或者上網 search 人海燈咧都已經係即係有晒 scan 即係掃描晒擺上去㗎啦。咁當時人海燈係點樣咧？係一個咧，如果你就咁睇咧，就好好奇點解啲法師會口誅筆伐因為呢民國時期咧，呢班年輕力壯嘅小伙子所謂叫做青年僧啦，或者即係學僧啦，佢哋咧就好想咧鋭意去改革佛教咧當時候嘅一啲唔好嘅現象。咁尤其是太虛大師咧就走得前啊嘛，咁作為太虛大師嘅學生咧就要俾佢嘅師傅走得更前，咁所以人海燈咧就你會有時睇到啲文章全部都鬧得好勁嘅就全部都批評，咁不過因為法師鬧法師就冇所謂啦，我哋居士梗係唔敢啦，咁但係變咗咧人海燈係一個好好嘅好有趣嘅一個刊物嚟嘅咁就你會睇到好多咧好尖鋭好辛辣嘅言辭咧去抨擊佛教當時候有啲局面咁咧，但係都有嘅，好多係真係好值得深沉去思考嘅一啲佛學嘅文章啦咁樣咁後尾咧，因為又係啦資源嘅關係做雜誌要好多錢㗎嘛，燒錢㗎嘛，每一期都燒下冇晒基金冇晒錢啦，咁點咧？咁就後尾咧由東蓮國院何東夫人張蓮國居士，即係東蓮國院創辦人啦，佢就拍心口，佢話咁好嘅雜誌。咁好嘅一個俾年青人去發表佛學意見同埋去交換呢個佛教新知嘅一個平台，唔好等佢突然之間消失咗。於是咧就編輯部咧就喺由呢個潮州嶺東佛學院咧就搬咗過嚟跑馬地東蓮國院咁就
直至到最後尾咧又係因為姻緣嘅關係啦，咁咧就搬翻去內地嗰度嚇。咁因為始終即係人事會變動啦，咁有啲法師就希望去東南亞弘法，咁所以跟住就37年你知道啦，37年就開始準備打仗啦。咁所以大家咧嗰個即係心思又好似喺雜誌方面又放下咗咁樣，咁所以咧就變咗仁海燈咧喺短短嘅2年半左右咧，就喺香港呢邊咧係有個燦爛嘅光輝啦。咁因為以當時嚟講咧，最出名就係仁海燈噶啦嚇，即係冇第二本嘅香港嚟講嗱。咁另外就係頭先講到啦，觸摸法師啦嚇，因為觸摸法師喺澳門，咁然之後就嚟香港，咁所以咧無盡燈咧就有一段時間咧，又喺香港嗰度咧就即係派發啦，同埋刊印咁樣樣嚇。咁但係因為都係觸摸法師佢自己一個人孭晒啊，咁所以咧觸摸法師有時忙啲嘅時候，咁佢咪出冇咁密咯。咁佢其實開頭不定期嘅，後尾又月刊又季刊咁樣樣嚇。咁當觸摸法師咧比較得閒啲嘅時候，咁咪又出密啲咯咁樣嚇，出到變咗月刊嚇。有時連續2個月出，但有時停半年咁樣樣嚇。咁後尾就隨住佢去南洋弘法咧，頭先我講過，無盡燈亦都跟住佢一齊咧，係去咗馬來西亞嗰邊嚇。咁所以咧，好啦，回到翻香港佛教啦。其實當時創辦人咧喺個法刊詞有講嘅，點解要有香港佛教？因為本身弘法利生做咗咁多年啦，但係冇一個文字嘅平台嚇，冇一個咧俾人用文字去發表對佛法嘅見解。知見去交換流通嘅平台嚇，咁同埋乜嘢咧？佢係要對外咧係要啟迷導迷啟悟樹正就撮邪，即係話咧好多唔係正見唔係正知嘅咧，佢哋要通過香港佛教有呢本雜誌咧去抨擊一啲即係同佛教無關嘅嘢，一啲屬於外道嘅嘢。另外就對內咩聯繫同道感情，因為已經有香港佛教聯合會啦。香港佛教聯合會作為一個組織，已經係4眾弟子參與咗入邊啦。咁需要咧有一個文字嘅平台啦，就去互相大家學習，大家互相交流嚇。平時又各有各做，但係咧有好多喺唔同嘅道場，或者可能屬於唔同嘅傳承，或者唔同見解嘅咧，都藉住香港佛教嘅每一期嘅文章咧，可能或者討論啦，可能或者辯論啦。總之咧，大家當時就相信真理就越變越明嘅，咁就香港佛教咧就有一段時間咧係真係好好睇嚇，即係你可以見到南傳嘅法師同埋呢個北傳嘅法師係互相有一啲嘅見解嘅爭議啦嚇，咁然之後咧有好多新嘅思想，當時咧最前沿嘅佛學嘅理念啦嚇，好多學者咧都喺嗰度咧係刊登佢哋嘅文章。係啦，咁呢度就頭先我所講嘅香港佛教嗰個法刊詞啦，同埋國光長老就講有篇文章點解要出香港佛教月刊嚇？咁邊度有得睇咧？其實咧，據我所理解啦，香港佛教聯合會因為今年咧係啱啱65週年啊嘛，香港佛教創辦，咁應該大概咧可能喺書展期間啦，或者總之係7、8月左右啦，佢哋會正式發布咧香港佛教由第一期到而家。即係嗱，而家就當然有電子版啦，但係去到613期咧，之前咧第1到613期呢600幾期咧都係冇電子版嘅嚇，都係咧你要好難咧先嗱，就算大學圖書館你都冇晒咁多期嘅嚇，道場亦都未必有晒咁多期嚇，東蓮國院可能會有啦嚇，咁但係即係智聯圖書館會有啦咁樣嚇，咁但係咧普通人係好難睇到。咁於是佢哋咧就重新係做咗一個咧電子檔嘅處理，咁咧應該好快咧就會面世㗎啦，好快就會即係所有人咧上香港佛聯會嘅網站咧都會睇到由1960年到而家嘅每一期嘅香港佛教咁當時啦，因為香港佛教好重要啦，咁所以咧基本上咧係所有法師或者居士咧都有寫啲墨寶去即係祝賀佢哋啦。咁有時我中意睇呢啲嘅，因為咧我中意睇前人書法啦。咁以前嘅法師揦埋咧寫得都有一手靚字居士亦都係嘅。咁以前咧冇手靚字都唔可以行走江湖咁佛教界亦都係。咁你見到啦，全部唔係電腦，唔係咩成，係真係手寫呢啲都係啲好珍貴嘅墨寶嚟嘅嚇。咁有佛可大和尚有觸摸法師咁周錫年就更加即係當時候好出名啦，就直情即係政商界好出名啦。咁有岑學女居士啦、李子歡李炳南咁樣，呢啲都係台灣、香港嘅居士咧，亦都係就算國內啦都係共同祝賀香港佛教嘅面世嘅好啦，咁講完香港佛教啦，咁我頭先我哋講到啦，有一個係咩嘢咧？就係話多元嘅宗教開始喺60、70年代咧，大家就覺得咧佛教咧就唔應該淨係自己
就係自己做自己嘅事情啦嚇。你應該要同其他嘅宗教溝通嚇，面對社會嘅問題，可能咧有時大家咧要坐低一齊傾嚇。咁當時有做一啲統計啦，即係佛教徒嘅人數當然係最多啦。咁有時話50萬，有時話100萬。咁總之最簡單嚟講咧，就係咧可能你如果放寬啲嚟講啦，就拜觀音你都可以當佢信佛嘅。咁就每有7位咧，就係有1位咧係佛教徒嚇，咁人數都好多喎。咁另外咧，當時70年代即係亦都有做過啲統計，後尾2000年有做統計啦。咁總之就係話咧以6大宗教係點樣去計咧？就係話以計人口嚟講啦嚇。咁佛教啦、道教啦、基督教啦、伊斯蘭教啦咁樣嚇。咁印度教同錫克教呢啲就太過又再少人啲，咁於是就冇包到落去當時6宗教啦。咁大概幾時有一個所謂叫做6宗教嗱？佢個名咧就正式個名就叫6宗教領袖座談會嘅嚇，佢就唔係咩6宗教聯合會咁樣，因為最初期嗰個模式咧係用一個思想嘅交流即係可能咧一啲主教咁國光長老咁道教啲道長咁坐喺度咧一齊每一年咧就開一啲座談會咁，同埋搞一啲青年營嘅，咁所以咧係一個思想上出發咁，所以佢哋咧當時有個定位就叫領袖座談會咁其實喺領袖座談會之前咧有一個叫做思想，好似我頭先所講啦，係思想交談會嘅。咁當時就唔係6個一齊嘅，當時好似只係3個啫，好似佛教、道教同埋天主教咁樣，基督教好似都係後尾先參與咁樣嚇。咁變咗慢慢咧，佢哋就做一個每年嘅探討一個主題啦嚇。可能今年就講下呢個青年啦，青年嘅當時好多罪案都好高啦嚇，可以牽涉青年嘅罪案可能下一年咧就講下呢個國際嘅關係啦，咁再下年又講下呢個民生，可能房屋啊、貧窮等等每年佢都會有一個主題嘅。咁基本上咧呢個座談會咧係到而家每一年咧都係會做嘅同埋佢哋之後咧係會出文告嘅咁就係大家共同傾完呢個議題啦，咁有啲咩得出結論咧咁樣，咁每年都會有一個咁嘅模式啦，咁係由1978年到而家係未停止過嘅嗱。咁其實最初期咧就6宗教咧係邊一個提出要做咧？其實就唔係佛教先嘅，係天主教。係天主教當時候再早幾年咧，即係有呢個思想交談會之前嗰幾年咧，1973咧就天主教教區咧就參訪佛聯會，就同國光長老咧就傾起會唔會大家一齊坐低，即係幾個宗教香港有最大嗰幾個就坐低一齊，但係咧當時大家覺得未最適合。因為呢啲嘢都好新鮮啦，大家都唔知自己做唔做得嚟啦。即係你話交談啫，你話傾啫，咁但係會唔會變成因為大家都可能有聽過就係話咧，其實西方宗教對佛教一直都唔理解或者好多批評以前基督教亦都即係覺得我哋係拜偶像我哋係拜啲神咁樣，滿天神佛好多唔理解嘅好多攻擊性嘅語言喺70年代其實好盛行嘅甚至有基督徒喺雜誌嗰度同佛教徒同個佛教法師去筆戰罵戰咁樣，咁所以你話70年代天主教去拜會國光長老嘅時候，貿然提出要合作要傾偈咧，大家都有少少保留要少少即係未知得唔得。好啦，但係慢慢咧，佢哋就諗住用一個咩方法咧？佢哋咧就用一個青年營嘅方式因為咧當時候咧用透過青年活動咧，就似乎隔咗一層啦，即係唔係話宗教領袖同宗教領袖嘅直接對話佢係用青年人對青年人嘅溝通咁所以咧當時候咧就先做咗個叫做咩咧香港宗教聯誼營啦，咁為期3日，咁天主教、基督教、道教、佛教啦4個宗教開始都有參與嘅咁樣咁呢度咧就有幾張相啦，就係當時候嗰個即係青年營嗰個情況咁你見到咧大家咧後邊啦就有少少好似做到唱聖詩嗰種感覺左上角嗰張相咁咧右下嗰張咧就一齊大家係點蠟燭啦、點燈啦咁樣你見到當時嘅主教啦香港嘅教區嘅主教啦，咁基督教嘅神父啦等等同埋有道長之類係啦。好啦，咁再之後咧搞咗第一次有個聯誼營啦，咁後尾咧又搞一個晚會咯。咁當時係喺大會堂音樂廳度舉行啦。即係總之一開頭嘅時候咧，佢就唔係喺思想上出發先嘅。佢係用一啲青年嘅活動，係用啲文藝文娛嘅活動咧，嚟慢慢咧係令到唔同嘅宗教咧都接受大家一齊坐低搞一啲合作嘅活動咁好啦，終於時機成熟咯去到73、74咁77年咧，就6宗教咧嘅團體嘅首長都支持同埋贊同咧，就做咗一個咁嘅籌備小組，咁開始傾啦。咁當時就派咗天主教教區就係呢位啦然之後孔教又出孔教同佛教當時同一個代表嚟嘅咁咧呢個居士又係代表孔教又代表佛教啦。咁
呢啲文件咧，而家其實咧，如果大家去 search 咧，都會揾到，因為係中文大學嘅圖書館咧，就接收咗呢一批六宗教嘅好珍貴嘅歷史嘅文獻啦，就將佢掃描擺咗上網嚇。咁咧開頭你見到係香港宗教領袖座談會第一次嘅會議記錄就係1978年嚇，咁大家就傾啦，要傾啲咩啦，我哋要做啲咩啦咁樣嚇。咁慢慢咧就開始咧定位咗就係話咧，先傾6個問題，因為呢6個問題咧，都係共同呢6個宗教咧，大家成日面對住嘅，包括咩嘢咧？傳播媒介啦，當時咧1967年之後有 TVB 啦嘛 ，TVB 有咗之後咧，哇！大家就電視撈飯啊嘛嚇，日日都睇劇集咁啊嚇。有時啲人就話電視啊好多呢啲咁嘅誨淫誨盜嘅嘢出嚟，會唔會嚇即係令到社會嘅道德水準係即係降低咗咧嚇？咁所以第一個咧，大家提咧，當時咧就係最着重就係傳播媒介嘅道德水準嚇。第二咧就牽涉到青少年嘅問題啦，因為頭先我都講過啦，70年代咧打開呢啲舊報紙咧，全部都係咧即係好多犯罪啊，咁然之後咧好多都係同青少年有關嘅嚇。咁第三就係話咧，當時候嘅宗教團體咧面對咩困難啊？可能係青黃不接嘅困難啦，可能係越嚟越多少人去道場咯喎，或者我弘法嘅時候遇到啲咩障礙啊？大家好唔歡迎我喎。咁當時候其實社會上，例如以佛教嚟講咧，大家都對於法師好唔尊重嘅嚇，尤其是道開淺嘅人，成日都你聽我講法咧，就話見到光頭即係見到光頭一定輸嘅嗰晚咁樣嚇，即係到當時候咧係好多對於以佛教為例咧，好多睇唔起啊，好多歧視啊，好多唔理解，咁所以咧大家都要諗緊點樣去各自即係個宗教嘅傳播上咧，要面對呢啲咁嘅困難，要點樣克服佢啦。第三就係咧如果以東方宗教嚟講咧，就係即係西方宗教都係有呢個問題，就係物質嗰個物慾70年代物慾橫流。咁問題咧，呢一種嘅資本主義嗰種文化，究竟對於宗教衝擊係點啊？咁樣，咁所以當時候大家咧就定位咗如果要做道談會咧，就係諗住去傾呢啲咁嘅問題點樣解決嚇。咁行之有效啦。咁然之後咧就係一個你見到6宗教啦。咁邊個話事咧？雖然係天主教香港教區最初期嘅時候咧，就提出話要做啦嚇。咁但係咧好啦，都要有個人做主席噶嘛。咁咧於是咧決定咗咧係輪流嚇。咁咧但係唔設主席，即係唔會話邊個做大邊個做細嚇，輪流今次係你呢度做，今次係呢度做，下次係呢度做咁樣一路即係有個 rotation 嚇，就冇話邊個係主席，邊個係副主席嗰啲咁樣嚇。咁第一次嘅歷史性嘅所謂座談會咧，就喺1978年係啦嗰度舉行。咁然之後咧就開啟咗一個所謂宗教交流嘅第一頁啦咁樣嚇。咁之後咧第2年咧就每年都做嚇。咁然之後大家都今年道教好似頭先所講啦，今年道教、今年佛教咁一路輪流嚇。咁呢度咧最初期嘅時候咧就嘅規模細啲啦。咁呢一張相咧就喺佛聯會嘅會址啦，當時候即係有左下角嗰張嚇。咁你見到大家都係即係聚下，跟住食下飯，咁又傾下，咁樣係一個咁嘅交流嘅情況嚇。咁慢慢咧就開始咧傾完啦，咁你傾完點樣咧？咁你都要俾社會知道傾咗啲咩㗎嘛嚇。咁所以佢哋咧就會成立咗一個咧聯合秘書處。個秘書處就乜嘢咧？秘書處咧就係將討論過嘅議題咧，可能寫一篇文稿可能即係頭先我講啦，今年係傾環保，下年係傾道德，咁老人福利。我記得有一年咧傾機場添起新機場嘅時候，對於社會有咩影響咧？佢哋都傾一輪咁樣然之後出個文告咧就話咧，希望將市民嘅影響減到最低啦。因為你其實大家知嘅，以前赤鱲角而家就好衝，即係東涌線啦。以前赤鱲角係都有村民㗎嘛，東涌咁樣都有村民㗎嘛。咁你成個島移平咗或者填海啲村民要搬嚟嘅時候都好大影響㗎嘛。咁呢啲民生上咧，其實當時候咧係以至於係一啲咁嘅社會嘅政策可能政治嘅關係咧，佢哋都6宗教咧係會攞出嚟討論咁然之後咧就出一個文告咁樣嘅咁呢度佢其中舉例嘅啫咁國際兒童年咁樣咁佢希望咧香港都關懷咧，因為西方就好興嘅，即係今年係咩年咁樣咁但係香港當時候嘅風氣咧就唔係好習慣傾呢啲嘅咁當然點解嗰年有國際兒童年咧？咁可能嗰年就好多組織咧係專係做啲關心兒童福利嘅嘢啦咁樣。咁當時6宗教都希望香港咧就唔好不甘後人即係你至少咧要同西方睇齊，即係唔好好似落後啦，人哋做咁多有益社會嘅嘢，咁你又落後啦咁樣。咁所以咧當時我哋都係將呢啲議題攞出嚟講咁然之後咧就會有一個即係每逢新年啦，又會一齊大家6宗教聯署去簽一啲嘅新年嘅賀詞或者文告等等咁當時啦，亦都大家係互相尊重咁頭先我所講咧咩青年營等等咁其實咧嗰種支持就唔係話口講嘅
咁包括咧，我哋而家知道好好啦有佛誕放啦，1999年第一次放佛誕啦。咁但係其實1961年開始咧，阿國光長老咧就已經講到要有申請要佛誕嘅。咁但係港英政府當然梗係唔理啦，因為點解要俾一個本身一個東方宗教點解要俾一個假期佢咧咁樣咁但係咧後尾去到90年代嘅時候咧，大家咧都孔教當然支持啦，道教都支持啦。咁然之後咧出奇咧係連天主教、基督教咧都有份咧去聯署咧去支持呢個佛教咧去申請佛誕嘅咁終於咧就1999年咧喺大家各個努力之下啦，咁就有一個好好嘅佛誕假期咁樣咁即係所以話咧然之後咧伊斯蘭教啦，咁回教咧又想喺機場嗰度咧有一個祈禱室喎你知因為伊斯蘭教徒啦，即係回教徒咧一定要向呢個聖城向麥加度祈禱噶嘛。咁但係當時候傾嘅時候咧，就諗緊係咪要有呢啲咁嘅設施咧？咁其實佛教你都係有份簽名去支持，咁所以話咧睇落去就好似即係好細眉細眼嘅嘢啦。但係某程度上你都體現咗咧，喺香港嚟講咧，就唔係話宗教同宗教之間咧嗰種敵視咧，係基本上大家都盡量咧係唔希望佢有嘅咁喺各個方面咧係互相大家支持大家做緊嘅事情咯好啦，咁講呢個六宗教啦，講完之後咧就講下回到青年嘅運動咯喎。咁我頭先講過啦，本身咧喺60、70年代咧，知識水平提高咗咁有好一班嘅年青人咧，對於佛教開始有興趣咁但係佢有興趣咧，你又好難叫佢嚟坐低啦，聽法師講啦。你知有時法師講經，可能係要講幾個月或者可能每日都要講幾個鐘咁樣你慢慢嚟聽啦，咁亦都好難嘅。咁好似一啲法師，例如咩咧？頭先我所講寶賢法師。寶賢法師佢諗到咧就係用乜嘢係用話劇嘅形式咯咁有啲咧就會係辦一啲叫做會報咯，一啲學報啦。咁同埋咧，有人咧有喺電台喺度做廣播咧，有啲法師因為當時候咧呢啲係一啲新型嘅傳播嘅媒介啊嘛咁慢慢咧就開始多咗咧係為咗青年人而設嘅一啲佛教活動好咁50年代已經開始做啦，就唔係淨係70年代啦。所以寶賢法師行得好前嘅。喺1958年咧，佢率先咧就喺道慈佛社，即係而家嘅西環啦，都仲係有道慈佛社啦。咁佢成立咗叫佛教青年部咁寶賢法師就係呢一位啦呢一位寶賢法師，咁佢嘅外號咧就叫火頭僧，係因為佢以前咧喺內地嘅時候咧，佢喺寺院嗰度咧係做火頭嘅咁內地寺院有分好多職事啦，有火頭啦，負責菜菜頭啦負責水水頭啦咁樣咁佢負責即係煮飯嚟嘛，叫火頭。咁所以佢筆名咧就叫火頭僧另外有一個意思咧就係因為咧，其實佢嘅文字咧係有啲個批判性好勁嘅基本上咧，佢又唔係揦着火頭，但係咧，你睇佢文字咧，佢成日都係好針對性講一啲現象咧，所以咧，火頭僧呢個名咧，我覺得有兩重意思啦咁咧，寶賢法師咧，佢就俗姓鄭啦，佢即係喺山東出世啦，咁佢就好細個出家，咁佢咧就跟咗同香港都好有淵源啦，因為後尾即係我哋講東北有3個老法師譚虛法師、定西法師、樂果法師，呢3位我哋叫東北三老，喺49年咧就嚟到香港。咁當時候咧，其實寶賢法師後生嘅時候就已經曾經跟隨咗譚虛老和尚嘅。嗰時喺邊度咧？喺青島，喺青島嘅湛山寺咧就讀佛學院。咁所以咧，佢嚟香港嘅時候知道譚虛老法師嚟啦。佢57年其實佢算好後期咧，因為咧有好多法師咧50、51、52都嚟咗啦。佢57年嚟咧，佢係算係少數好後期嘅啦。年紀亦都唔輕因為佢都差唔多成40幾歲先嚟。咁佢嚟咗之後咧，就跟咗譚虛老法師。咁但係跟喺譚虛老法師期間咧，佢就有啲觀察。佢就覺得咧，因為譚虛老法師係舊一輩人舊一輩人係點樣咧？可能講即係誇張啲講一個《金剛經》，講《金剛經》經題，我講2個禮拜都仲係講緊《金剛經》或者有啲誇張啲，大家聽啦，《妙法蓮花經》講個經題講3個月講個妙字講好多堂嘅咁樣，佢就唔係好特別覺得呢一種咧係對於年輕人嚟講係接受到嘅方法。舊嗰套冇問題啦，即係各種人嘅根器或因緣唔同啦，你可以繼續聽老法師講經。但係問題你要吸一班新嘅人，你係點樣做咧？咁於是咧，佢就自己咧，首先係咩啊？佢用喺香港佛教，佢登文章佢喺發表好多即係新知新見咁樣樣。然之後同一時間咧，佢係咩啊？佢喺道慈佛社咧就倡辦要做一個咧佛教嘅青年部專係乜嘢咧甚至印呢啲刊物叫青年佛教。咁當然啦，呢個青年佛教就唔係出咗好多期啦咁樣因為頭先我都講過，其實要一個法師自己負責咧係好重嘅，其實係嗰個負擔係好重嘅咁但係咧，佢通過印刊物，佢通過倡辦活動
即係成立一啲青年部。嗱，我哋而家好熟悉啦，有佛青啦，咁啊唱功係導師啦，咁啊香港佛教即係青年協會到而家仲有嘅嚇。咁但係佢咧寶賢法師呢個咧係再早過佛青之前啊，所以咧香港佛教嘅青年運動咧，以佢嚟講咧，佢係第一人嚇。咁當時個總部喺邊度咧？就係道慈佛社啦嚇。而家道慈佛社咧就喺西環呢個即係域多利殮房嗰附近啦嚇。咁但係佢又唔係成日開嘅。咁如果大家有緣咧，法會期間咧，道慈佛社都係一個香港好歷史悠久嘅一個道場，可以希望大家可以睇一睇嚇，去參拜一下啦嚇。咁當時咧，佢喺個寺院入邊咧，亦都喺嗰個特刊啊，即係個青年嘅佛教嘅一個刊物入邊咧，都有講過介紹下自己青年佛教青年部初頭嘅初型係點。咁慢慢做下咧，人多咯喎因為寶賢法師好成功，佢嗰個好新穎嘅，佢諗嘅嘢佢轉數又快啦，佢又雖然年紀睇落去好似比較大少少，但係好嚴肅50幾，但係問題咧，佢個思維咧，佢希望佢自己好似年輕人一樣咁所以佢同年輕人咧亦都好打成一片。咁慢慢咧，越嚟越多人咧就唔夠用我個地方，因為道慈佛社始終係人哋嘅道場啊嘛。咁所以咧，佢就想要做一個叫佛教青年中心佢咧就1969年咧就自己咧係想揾一個地方去做一個咁嘅中心啦咁樣。咁當時咧佛教青年中心咧，你見做好多活動嘅喎又有呢個晚會啦、遊藝晚會啦，又有呢個青年嘅話劇啦。咁佢曾經有段時間咧想做一個香港嘅佛學院呢個香港佛學院咧係專收35歲年輕人以下嘅年輕人嘅，越年輕越好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又係因緣嘅關係啦，因為佢始終法師係一個人啦，咁即係時也命也咁樣，佢就未能夠成功。咁但係咧，姑勿論都好啦，佢曾經喺50年代到70年，即係69年、70年啦，呢段10幾年之間咧，佢係接引咗好多年輕人學佛嘅咁呢度有少少即係舊照片啦，喺個特刊度抽出嚟啦你見到就佢最出名咧就係做話劇咁佢有當時有個口號嘅，青年需要佛教。佛教需要青年咁可能有啲即係其他法師或者後期啲啦我喺台灣啊、馬來西亞都聽啲人講過呢句嘢嘅，但係我考察過之後咧，寶賢法師係第一個講出嚟，就話青年需要佛教，佛教需要青年咁佢自己就以身作則嘅佢自己寫劇本，佢自己去揾 sponsor 去揾贊助自己去租場地各樣嘢。咁咧當時候咧佢嗰個話劇個成功度係點咧？大家都知道啦即係有個化妝品 Shiseido 資生堂。咁當時咧，寶賢法師咧，佢係識咗一啲居士咧，佢係能夠爭取到咧一個大嘅咁樣叫化妝品牌咧，係資助嗰班後生仔咧係去做化妝咁當然梗係特別唔同啲啦，服裝靚啲啦，自己做啦，啲後生仔係自己做自己個戲服然之後咧就有Shiseido 咧去幫佢做化妝。咁喺最 modern 嘅當時最摩登最新嘅大會堂嗰度公演。咁當然咧年輕人係需要有一個表現嘅機會自古到今都係。咁所以咧係因為咁咧，你有一個平台俾佢令佢發揮咧，咁所以咧就吸納咗好多即係青年咧去加入咗呢個寶賢法師嘅香港即係嘅佛教青年中心咁呢度係啦，亦都係再有幾張相啦。咁佢做嘅劇咧就乜嘢類型都有嘅嗱，你諗下佛教做啞劇你有冇諗過原來佛教可以點樣做啞劇？點樣用呢種表現形式咧？法國有好多默劇啦，所謂叫做呢個係法國當時候有都好多年歷史嘅甚至一啲即係以鄉村氣息嗰啲所謂佢叫農家樂啦，但係有唱歌嘅有啲鄉村音樂等等呢啲可能係美國嘅當時候都好興盛嘅一啲戲劇嘅表達方式。咁佢又將法國呢啲最新穎嘅戲劇方式將呢啲美國最新穎嗰啲又搬晒過嚟，咁咧就變咗咧吸引咗好多人嘅注意，同埋咧係非常之成功即係1場2場3場場場都爆晒咁樣咁但係因為即係寶賢法師咧後尾可能即係嗰個年紀大咗咁佢就比較咧又慢慢咁淡翻落嚟咧，就專心寫文章。咁所以變咗即係一個階段咯，一個階段性，你唔可以永遠都要求即係場場爆滿10年、20年、30年都好難嘅咁所以變咗去到70年代咧，佢嗰個話劇咧又再慢慢因為因應嘅即係社會嘅情況啦，又再停咗落嚟啦咁與此同一時期咧，仲有乜嘢咧？仲有文珠法師文珠法師後尾就去咗美國嗰度弘法啦。咁但係文珠法師咧喺同寶賢法師差唔多同一時期咧，亦都有一個咧香港佛教青年會嘅咁當時咧佢嗰呢個佛教青年會咧就喺深水埗啦、汝州街。咁佢唔係淨係一個青年中心，佢有辦學，佢有做義學嘅咁亦都係咧即係互相學習啦，唔好講抄，唔好講邊個抄邊個啦咁遊藝會等等佢亦都有做嘅咁
亦都有佢自己出自己嗰個特刊啦嚇。咁出個特刊咧，佢都有講到其實當時呢個佛教青年會咧同寶賢法師比咧，似乎係好似教內嘅大德咧支持比較多啲，因為咧寶賢法師咧就有少少自己一個獨力難支嘅感覺全部都靠自己寫劇本、自己爭取、自己租場等等甚至自己做埋導演咁但係文殊法師就好好啦，有佛可大和尚有茂瑞法師等等呢啲，當時都即係一代嘅大德啦，去幫助佢為佢即係呼籲宣傳等等咁所以咧好快咧，文殊法師佢又籌到錢去辦一個義學啦咁樣咁文殊法師咧，據佢所講佢係最早期，佢係第一個喺大會堂高座嗰時未有高座，喺大會堂呢個低座做講座、佛學講座嘅法師嚟嘅因為1962年大會堂啱啱先有嘛，佢就已經知道呢個好地方，就即刻去 book 場咁所以咧，佢成日都強調佢自己係第一位喺嗰度講佛學講座。咁而家就當然大家都唔陌生啦，有好多法師喺70年代、80年代咁例如歡榮師而家即係都繼續 keep 住有每個禮拜嘅一啲大會堂講經嘅，可能係居士組織等等咁。但係以前咧，文殊法師係走得好前啦佢除咗辦青年會之外咧，亦都係呢個喺大會堂講經咁呢個係比較值得去睇大家即係留意一下啦咁冇呢度亦都係啲舊相，就係話當時候文殊法師咧，又係辦咗好多遊藝晚會佛誕嗰時候咧，有租當時嘅可能係戲院或者大會堂等等啦，係做好多慶祝嘅咁即係呢個其中一個縮影就睇到而家當然啦就好成熟啦，自己各自道場有慶祝佛誕啦，咁但係以前咧唔係個個道場咧都會有能力去承包一啲咁嘅活動嘅，咁可能咧文殊法師就吹雞咁然之後咧就用香港佛教青年會嘅名義咧就聚集咗好多唔同嘅道場咧，就一齊做一啲慶祝嘅晚會以前就多數晚黑搞多過日頭搞嘅因為點解咧？未有佛誕假期啊嘛，冇佛誕假期嘅時候咧，如果你閒一日點算咧？咁梗係等放工啦，咁等啲放工啲人咧放差唔多5點鐘6點鐘放工放學咧，咁所以好多時候咧佛誕嘅活動咧係晚黑或者下晝搞係比較多過上晝嘅就有乜原因啦？咁同一時期咧又有一位咧叫做妙智法師妙智法師成立咗一個叫中華佛教青年會咁喺摩地道喺尖沙咀嗰度嘅。咁再過幾年咧，珠海書院咧又有一個佛教嘅同學會成立咁咧呢個嘅變咗咧係大專院校啦之前講嗰幾個會咧就係法師主導，係服務一般嘅信眾年輕人嘅。咁珠海嘅佛教同學會咧，佢就係大專院校自己一班學生做，咁就個面向當然唔同啦，嗰個即係弘法嘅內容亦都唔同啦。咁但係咧，你可以見到就話咧，由寶賢法師喺1959年開始咧，短短嘅5、6年間咧，就已經有3、4個青年會咧係出現啦咁呢個妙智法師嘅中華佛教青年會咧，佢仲有咩特色咧？佢就同人哋唔同喎你個個做遊藝晚會，個個做話劇，邊有可能即係又唔想好似大家競爭啦，即係冇你又 book 場，我又 book 場咁樣咁佢於是咧就做其他青年會冇做嘅嘢係咩咧？派米派衫去做一啲慈善嘅賑濟嘅活動咁你呢度其中一個咧就佢每一年都做嘅咁佢就去派。呢度有講啦，佢派棉衣派衫褲鞋襪派咗成1000幾件咁派咪就派咗幾多斤？咁咧講緊即係因為當時有一啲大居士例如白花油原來白花油咧個老闆咧都係信佛嘅喎白花油咧以前咧喺佢嗰個總部咧有自己有個佛堂佢屋企叫白花油佛堂咁樣。咁咧呢度你見到啦，即係左邊即係我呢度睇得唔係好清楚啦，總之應該係有嘅。就係話白花堂嘅創辦人咧，就一箱白花油咧，就送去俾阿妙智法師咧，去即係佈施俾其他人用啦咁樣。咁呢個係咧佛教青年會咧，佢特別嘅其中一個特色就係佢有做呢個慈善嘅工作咁當時你知啦，60年代好多嗰啲寮屋區好多咩城咁妙智法師咧就四圍通處去呢啲寮屋區咧就派米、派衫、派白花油係啦。咁1967年咧，寶賢法師嗰個佛教青年中心咧就已經成熟咗啦。咁但係咧有一班後生仔咧就想繼續自己有自主嘅能力因為頭先我所講文殊法師、寶賢法師、妙智法師呢啲都係法師帶領年輕人有自己嘅想法，佢想做咧可能即係接觸佛教幾年啦，佢摸咗個模式啦，佢摸咗個門路，想做自己想做嘅嘢咧，就有一班後生仔獨立咗出嚟咁呢班後生仔咧曾經係參與過寶賢法師嘅嗰個青年中心，咁佢哋嘅後尾組成咗咩咧？就係佛教青年協會即係而家嘅佛青咧，某程度上咧
就係同保賢法師係脫離唔到關係嘅嚇。佢吸收咗嗰套，然之後咧一班後生仔自己租個地方嚇，自己做自己喜歡做嘅事情嚇。咁但係咧後尾好多波折啊，係因為你始終咧法師自己一個咩咧都咁辛苦啊！你揾地方邊度會有地方俾你咧？後生仔邊個信你係咪先啊？咁問題咧好有一段時間咧，佢哋要搬嚟搬去嚇，寄人籬下，甚至喺一個道場嘅天台嗰度嚇，搭嗰啲鐵皮屋嗰度做一個會址嚇，好辛苦，大汗揼細汗咁樣去搞啲活動出嚟。終於咧喺即係後期一段時間咧，佢哋得到邊個啊？唱功啊！唱功咧就支持咧借用呢個中華佛教圖書館俾佛青呢一班後生仔咧係長期做一個活動嘅據點。咁所以點解70、80年代咧佛青嘅活動都同呢個中華佛教圖書館係喺界限街脫離唔到關係咧？就係因為唱功嘅幫助。如果唔係咧，呢一班後生仔咧，佢又脫離咗保賢法師嗰邊，但係佢又冇能力租一個地方喎。佢又即係幾個人咁，梗係夾唔到一個單位啦。咁所以話好明顯咧，唱功係令到香港佛教青年個活動咧係好大嘅幫助嚇。如果唔係有佢咁咧，其實佛青可能好幾年就散咗㗎。大家即係事後後尾再回想翻嗰種波動啊，同埋嗰種艱辛嘅經歷。係啦，咁呢度有幾張相啦，就係當時候即係佛青最早期創辦嗰時候咧，你知啊，即係年輕人啊，又要有選會長啊，又要有民主投票啊等等咁樣嚇。咁啊，以前就因為法師話事啦，咁而家自己話事，自己當家作主啦，咁就可以即係更加好地發揮嗰個理念啦嚇。咁唱功做咗佛青嘅導師之後啦，咁啊每年都係因為當時候唱功係中華佛教圖書館館長嚇，咁佢就直接咧喺嗰度做好多三歸五戒啊、佛學講座啊，咁你見到全部咧都係即係人山人海、行好墟冚嘅一個景象啦嚇。咁即係去到後期嘅時候咧，佛青咧又會邀請唔同嘅法師嚟啦，包括中間呢位係聖嚴法師啦，聖嚴法師左邊係唱功啦，中間係聖嚴法師啦，喺右邊咧就係呢個聖空法師係啦，咁喺加拿大嗰邊嘅。好啦，咁又有邀請道元長老啦過嚟香港啦等等，咁做好多呢啲弘法利生嘅工作，咁就慢慢咧就嗰個即係因為開頭年輕人啫，但係始終你話最後尾做嘢嘅時候咧有個法師嘅帶領係唔同啲嘅，咁所以變咗咧即係有一段時間咧佛青咧又都係變翻由法師做一個精神領袖啦咁樣去即係搞活動等等嚇。咁當時候佛青亦都仲有一個好出名嘅，即係為人所知咧，就係佢印好多佛經咧翻國內啊。國內咧點解90年代即係有一段時間啦，而家就困難啲啦，但係有一段時間咧冇咗佛經，因為斷咗嘛。啱啱開放冇幾耐咧，係靠佛青咧係唱功，每年印好多數以萬計、10萬計嘅佛經咧，係揾人運上去咧，就令到90年代到2000年呢段期間咧係有翻大量嘅經籍咧喺國內流通嘅嚇。咁當然啦，即係同一時間仲有啲細節啲嘅，就係話能忍書院啊，能忍書院亦都有自己嘅佛學會啦、佛學研究會啦，班學生啦嚇。咁80年代嘅時候咧，香港大學咧亦都有自己嘅佛學會成立。咁呢啲都係一啲比較即係後期啲嘅發展㗎。咁但係咧都可以提一提啦嚇。咁最重要就係話咧佛教即係青年嘅活動啦，可以綜合嚟講咧有幾種啦。一個就係遊藝會啦。咁佢遊藝會咧，其實佢又唔係淨係為玩而玩嘅，佢一定咧係例如佢結合父親節，結合母親節，結合佛誕，佢係要有一個咧對於提升道德價值，對於即係嗰個正面思維係有用嘅一個主題嚇，唔係即係你一班年輕人玩完啦，跑攞又走咁，其實冇意思嚇。咁所以咧好多時候咧母親節會搞一個慶祝大會，咁啊乘機咧就又唱下佛曲啦，年輕人做下話劇啦咁樣嚇。咁可能有時又會同佛誕一齊做咁啊，呢個係60年代好興嘅嚇。咁仲有咩啊？頭先我所講啦，話劇啦咁樣嚇，先又喺酒家，又喺戲院，又喺大會堂咁樣等等嚇。咁嘅其實都演出嘅劇目都好多嘅嚇。咁但係即係好遺憾啦，有啲就已經失傳咗啦。即係因為點解咧？如果佢有喺香港佛教連載咧，你就可以見到嚇。咁如果佢冇連載咧，或者佢冇印出嚟咧，咁可能就隨住保賢法師嘅離去咧，好多嘢都失傳咗啦咁樣嚇。咁即係仲有音樂劇啦，仲有即係話劇啊等等舞蹈啊都有嘅嚇。咁總括嚟講咧，就係話咧嚇，香港最初4間青年會咧，而家咧就得翻佛青啦嚇咁樣嚇。咁好啦，而家今堂即係短短個半鐘啦，講咗即係香港佛教文化傳播嘅一啲面向嚇，有佛教印經100年前已經有啦，
好啦，慢慢咧就開始有佛經流通處，佛經流通處咧就會印雜誌，印雜誌咧然之後有青年活動，最後尾咧就有呢個多元面向嘅一個六宗教嘅一個交流會咁樣等等嚇。咁即係當然啦，仲有好多可以去講關於佛教嘅傳播啦，例如後尾有錄音帶、有錄影帶又有即係網上嘅媒體等等。咁但係咧，因為始終時間關係啦，呢啲就留待第日有機會咧再同大家分享。咁好啊，咁而家咧我哋今堂咧就講到呢度為止。咁好下一堂咧就同樣下個禮拜咧係因為端午節假期。咁就放香，咁再之後咧就6月咧如果有機會咧就再同大家見面，咁咧到時咧就會講下一個居士有一班好重要嘅居士咧支撐住戰前同戰後嘅香港嘅弘法嘅歷程。好，唔該晒大家。好，咁好，咁而家我哋大眾請起立我哋向呢個觀音菩薩聖像行三問訊禮。好，一問訊，再問訊，三問訊。好，唔該晒各位。好，再下一個星期先。係啦，再一個星期。